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第二届林麻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2022第4场初赛节目开始，欢迎张雄为你演唱《背离名》。窗外风雨，染着阮心肝。今夜的心碎，谁人看？刻在命运的形影，用情写孤单，泪两逝。画出淡薄感情线。目着稀微的风声，风若过，心愈寒，谁意外？盼着双人背离命，我用泪来笑行。你的情藏伫倒，无地看，用我一生的牵挂。兄弟对我爱一半，不愿予人再叫我浪子啊！回头看，拢是命，用心写出情的天下，我是我。窗外风雨，染着阮心肝。今夜的心碎，谁人看？刻在命运的形影，用情写孤单，泪两逝。画出淡薄感情线。目着稀微的风声，风若过，心愈寒，谁意外？盼着双人背离命，我用泪来笑行。你的情藏伫倒，无地看，用我一生的牵挂。兄弟对我爱一半，不愿予人再叫我浪子啊！回头看，拢是命，用心写出情的天下，我是我。盼着双人背离命，我用泪来笑行。你的情
藏伫倒无地看，用我一生的牵挂，向你对我爱一半。不愿予人再叫我浪子啊，回头看拢是命，用心行出情的天马，我是我。谢谢，给你们带来这首《背你命》。马上欢迎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演唱嘉宾，也是我们的常驻评审老师，来自台湾的千面王子浩浩。坐在窗门边，看起一片茫茫夜光见，小鼓路绵绵，令阮心头冷叽叽。酒一杯搁一杯，困一球一支，只有加点无奈的相思。是我放你去，是我放你去，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无奈，无奈，无奈的相思。我坐在窗门边，看起一片茫茫夜光见，小鼓路绵绵，令阮心头冷叽叽。酒一杯搁一杯，困一球一支，只有加添无奈的相思。是我放你去，是我放你去，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无奈，无奈，无奈的相思。酒一杯搁一杯，困一球一支，只有加添无奈的相思。是我放你去，是我放你去，为何偏偏搁再来想你？无奈，无奈，无奈的相思。无奈的相思，让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刷起整排的爱心，刷起整排的掌声鼓励，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全能歌王陈建斌大哥，欢迎他。第2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嘿嘿，我们又见面了啊！
今天呢是来到第4场的初赛，前面3场的赛事是不是很激烈？大家是不是看得很爽啊？那我们这一场呢，你不看那就不行了。我们这一场呢更加的激烈啊！我们的每一个参赛的选手，歌唱水平都非常的高。好，那在开场之前，同样的要请到我们的灵魂人物啊，我们的 Mr. Lim Ah Boy 出来跟大家鼓励鼓励。来，林老板，大家晚上好。你好，你好。哇，你看林老板每一次出场都是一件新的外套，哦，一礼拜买一领，冇变啊，做一摆买怎样？所以这先摆啊，金领金了哈。时常了。自己的节目也是要认真的哈。别的慈善就用别的。那一件穿过之后就不再穿了了。因为好像你们说过，最好不要穿一样。也。哦，好像你们的 style。可以啦，这个比赛完我们就可以开一个卖2手衣的一个市场。对对对。10件林老板的衣服。请了啊！你做生意也碰碰气啊！跟你讲哦，为了个缺了哦，哦，为了个缺了啊，为了，来，有什么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参赛者？有啊，今天又发现一个现象啊，怎么样？第4场的初赛，哇，差不多一半是年轻人，哇，超过一半年轻人。是。刚才许琼芳大姐就说，林老板你听听看，在试映的时候，他们唱的福建歌啊，和台湾的不一样。哦，新加坡 style 的，有掺一点按摩 style 的，按摩好听啊！后摆那新加坡啊，有闽南语歌哦，特别的，听得出有毛的，是红毛。对，我听了不切送哎。呀，对，别一番滋味啊！一种新的唱法。对，等一下让他们听听就懂了。对。好，那来到第4场初赛呢，战情越来越激烈了，因为这场完我们就要卡掉一半了。60个变30个，30个进复赛。对，很可惜啊，很可惜啊。对，没有办法啊，越来越厉害的。呀，一个比一个更厉害。OK， 好，那样看得出了哦。是。OK， 呀，当然你出的奖金更厉害啊，6888冠军哦，有哪一个人会出这么高的？在这种疫情之下，只有你。我最敬佩啊，我最敬佩新加坡政府说，高薪养廉呢。所以我们也是高奖金啊，高奖金养选手，养人才啊，对，真的很重要呀。那是不是他拿了6888，应该捐一点给我们艺人工会的？那要看冠军的歌手怎么样讲。呀，好，我们不能限制他。凭你的良心了啊，对，因为钱拿了就是你了。对，我只是建议了哈，你要不要做不重要。怕公股啊！呀，不过如果你不捐，以后你就知道。哎呦，没有了，我没关系。好，谢谢林老板的哈，鼓励哈，谢谢。好，那当然为我们把关的3位就是我们的评判啦。第一位就是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许琼芳小妹妹。谢谢丁哥，大家晚上好。我是1号的评审。姬琼凡一定要讲的哈，那我在想啊，今天呐实力相当，因为刚才我找到有听到他们在练歌，每一位轻松啊唱，放回轻松然后大家朝着6888前进希望呢能交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单 ，OK？ 好，第2位就是子孙满堂。幸福的女人，全新加坡最幸福的就是她了，林如萍。谢谢斌哥，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有10几位来一较高低了哈，真的这是最后一场的这个初赛，所以能不能再看到你，就是凭你们今天，所以大家加油，真的要唱得好，因为很激烈哦。你想想，我们要踢一半出去嘞哈，所以加油喽。好，像林如萍所说，我们真的是用踢的哦，所以60个选手，我们会集合在这个直播室，出局的我们就真的在屁股后面踢他一脚，然后他就离开我们这个直播室，踢出去。好，接下来这位是
每天晚上都在唱单身情歌的，做直播孤零零的一个人，钻石王老五，浩浩。大家好，我是有车有钱有房什么都有，就是没老婆在此顺便征婚一下。OK， 希望呢，今天我们的第4场呢，所有的参赛者大家一样，然后呢，除了要有一把好声音之外呢，希望你们情感不要忘记了，然后呢，你们的自然的这个台风也很重要。那希望呢，今天大家加油，然后线上的朋友帮我们like and share哦。好，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这么精彩的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好，那这个奖金奖品呢，稍后再告诉大家哈。那现在马上展开我们的比赛。我们这个比赛最辛苦的一个人就是全场伴奏的老师艾文老师呀，最辛苦就是他。你看，他还会抖脚，可见还不是很辛苦了啊。我介绍你还在抖脚哈 ，OK， 好。啊，手在拍，不是叫你脚在拍，你的脚会酸。哦 ，OK， 好，第一位年轻人只有25岁，非常年轻的郭君贤带来的歌曲就是《沙米沙地》。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一位我今天要唱《沙米沙里》，谢谢。光线渐渐照入无开灯的窗，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愁绪。你的形影虽然离开，但是我的心内犹原拢是你。想你沙咪沙哩，对头甲尾甲你想一摆，明知也无彩工，风吹草动嘛心沉重。想你沙咪沙哩，一念一字安怎放袂记？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就是随风乱纷飞。线渐渐照入无开灯的窗，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愁绪。你的形影虽然离开，但是我的心内犹原拢是你。沙咪沙哩，对头甲尾甲你想一摆，明知也无彩工，风吹草动嘛心忍重。想你沙咪沙哩，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就是随风乱纷飞。想你沙咪沙哩，对头甲尾甲你想一摆，明知也无彩
彩工，风吹草动嘛心忍啊，想你啥物啥哩。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就是随风乱纷飞。君贤你好 Hello， 来，郭君贤今年25岁，对，工作还是在念书？念书跟拍 video，hip 的 video。哦，念书徛点点，莫动来动去。跟我讲话咧摇来摇去，你是咧过准啊？读书是读哪里？玻璃啊？没有大学。哦，大学，对，大学。读什么科啊？也是一样 video。也是媒体，对，就是媒体的，对媒体。所以你现在也在制作一些节目对，实务节目，实务的哦，可以，我们可以合作了，可以，等下电话，对，电话，OK，可以合作啊。这样，既然要合作，可能时间也比较忙哈。这样复赛就不要进了哈。不可以，要进那个杂播的吗？师大我现在想了解他背景，因为他的唱法啊，跟我们一般唱福建歌都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就是很新鲜啊这样的一个唱法哦。那你有没有请教老师？上个月有了。有对找老师，对 ，OK， 找对老师吗？唱按摩挂咯，不懂对不对？给钱算了，给他练一下就可以了，给他检查一下就可以了，给他check一下。来，琼芳，你看看他君贤唱的怎么样？临时抱佛脚哈，要来参赛才去找老师。如果没有记错。君贤第一届有来，对不对？有，对，失败乃成功之母但你爱唱歌，这个是性情中人，是很好的。看起来你就是乖乖的小孩儿，然后音乐陶冶性情嘛不过我跟你讲你跟第一届一样，这个毛病还是没有改，你太紧张了。他要下歌的时候我弟弟送拍子，再下歌。对不对？对。所以呢，你一定要克服你紧张的那个心情，因为你在比赛的时候，你要多练习，对不对？功课要做好，对不对？你有多练习的话，你才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嘛，好不好？所以呢，你一紧张你吐字啊，你的咬字都怪怪了。那么紧是这样，我来补充一下，我发觉君贤很可爱，是他很可爱，没错。每次他如果要在准备的时候，然后在等音乐，然后他会这样，没有，他在算拍子，很紧张，然后嘴巴就会，然后我就他在算拍子，对，然后这个咬字有一个地方，对，就是好像在高音那些地方，你只要注意一下，因为那音跟咬字真的很差。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一摆啊，那 OK， 那你咬得太重了，你再唱一次来。对，这句再来。对头到尾，甲你想。走音了。妹妹，你给他唱那句，给他唱完，你给他唱完。对头到尾，甲你想一摆。本来你讲错位。来，所以我们刚刚有点吓到。我们更正一下想一摆。来讲，想一摆，不是唱一摆，你是唱嘞，很痒，唱一摆可以，想一摆，所以变成你的吐字有几个音就很怪，加油好不好？好，克服一下紧张啦，卖让人看得出你真紧张不？对，如果你要来第3届的话，跟浩浩学唱一下福建歌，好不好？拜师浩浩那无你的初赛你就好跟你讲。OK， 很好，你肯来参加，我们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希望多一些年轻人来参加比赛，所以你一比赛，你才知道通过老师的讲评来知道你问题在哪里。OK， 了解，对不对？好，好，所以你要永不言败，
假设了哈，永什么永不言败，什么永什么永什么永不言败，永不言败啊。这一次如果拜拜这一次如果拜拜了，下一次你再来。哦 ，OK， 不要怕拜拜，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是，我们也希望闽南语歌曲有一些生力军啊，有一些新鲜的面孔啊，有一些新的唱法，但是这个不容易啊，要一段过渡时间，也要通过评判这一关，评判能够接受啊，你才能过关啊。好，接下来编号2，哇，这架老教了，哦，这个是老教了啊。林靖瑜编号2，哦，他唱的歌曲。哇，这个我都没有听过，什么网络的春花啊？哦，来，靖瑜。三位评审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的春花，无怨天地。静瑜你好，你好，大哥。啊，老朋友了哈。对。怎么样？这一次来第2届了嘛？第1届你也有来嘛哈？第1届到复赛。到复赛，第2届。而且又没有听到评语。哦 ，OK。所以。为什么没有听到评语？你啦。啊？你整天问我问题，问老师没有时间，没有讲评语，给我评语，所以我那首歌也不敢唱了，因为没有评语。所以因为去年没有听到评语，这1年来你都没有进步了，都怪我了啊！是啊，我要怪你，因为我最主要听到老师的评语嘛，我是唯一一个。OK， 唯一一个没有讲评的。因为你问太长了。OK。连我老公那边也问出来，我都问老公，问孩子，问祖公，哇，问祖先，哇，好，现在马上给你讲评，好吧？好，静瑜好，刚才听你唱了哈，你常有参加比赛吗？以前我时常有比，不过不是比福建歌，因为华语的，所以大哥说我是我并不是老将。OK， 把有唱歌的经验啦，因为看得出你真在你不像跟那款真紧张啊，你看，就是有一点要挑你的，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你的嘴你的咬字你没开到完，你就是，尤其是第1句开始的第1句就是有点含糊，因为唱歌就是主要你要让人家很清楚听到你所唱的，然后我是觉得你唱歌就是爱嘴爱开，就是要让他那个字出来，所以我们都觉得说你这个后摆你嘎嘎开嘴唱你的嘴气是有5金粉的。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很清楚，声线是 OK 唱法感情都 OK， 就是这个咬字方面你要多注意，因为嘴爱嘎嘎开，你把那个开一半，你看迄字拢都敢若得个食一半嘅。你翁就是苏家燕的樱桃小嘴，所以这世人都袂什么开嘴。所以是你伫厝台北唱给你翁听，你看，所以你翁就跟没有，因为真的福建歌不是我们的专长，就是唱华语歌曲，因为我们很喜欢福建歌，后期的福建歌真的。很好听，是。但是我跟你唱这歌感情袂歹啊，你就是讲就是这方面啊，声线也适合唱这样的歌，可以，就是讲你咬字方面你要多注意哈。知道。你上次没有讲上来，好，这一次补去年的，补去年的哈。好，我要讲的是感情有到位，然后你的台风也很稳健，然后最重要就是好像刚刚如萍姐讲的，所以第1句很重要，因为第1句会影响到你后面的几句，所以譬如说在那个山边个海西这个地方，可能你就可以唱的比较咬字会要更清楚一点点。你刚刚是唱山边个海西就没有听到山边个海西这种感觉。OK， 谢谢。可以，那我要补一下吗？我补一下，就是说给他爽到玉兰，爽到如龙哈。OK， 今天穿得很好看呢，这龟头的呢，给你欧了一个因为鞋子配裤子，裤子又配衣服。但逼了一个假豆了。无啦，假豆就刚那乌噜噜咩，对不？看什么豆啦，看什么豆。其实你的声有影是袂歹。因为低音的所在我足有磁性的，就是因为这2位老师讲的阮拢有同意啦可以。嘴开嘎嘎你吐会较清楚一个，安尼款安尼都足好的。可以。OK， 安尼3个拢讲得有满意无？很开心今天。OK， 好。我跟你讲，我早期学艺术歌曲老师教我们怎么样的练开口3个手指哇！我会吐。3个手指挤进去。我会吐出来呀，这样。久了你就会开了，真的。是吗？真的。吃多一点苹果啦。唱的音
啊，很多人唱啊的音，变成他嘴不开就变了，对不对？所以嘴一定要开啊，爱你爱在心坎里。是，如果能够进下一场，我开大一点，好不好？好吧，回去练。用叫你老公的手指，不是你的手指。不行啦，用你老公的手指，半个钟头塞住。OK， 好不好？好。谢谢。无连我也在啊。OK。OK， 好，那我想啊，很多人都喜欢了解歌手的背景，对不对？所以这个 talking 访问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这位又是比较年轻的了哦，来到这位是去年有来过啊，第一届有来过，王顺忠30岁而已，他唱的歌曲是《天知地知》。谢谢彬哥。评审老师好，艾文老师好，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号3的王顺忠，要带来这首《天灾地灾》，谢谢。渐渐我知你的心这呢无稳定，慢慢了解，一段情愈爱愈无心。聪明的人总是会提早来离开，糊涂的人到最后只有暗伤悲。早若知两人何必相识，不如当作无情也无爱，分手时阵的心情较自在。天知地知，我的心内只有你的爱。天知地知，你的心内根本无我存在。哪通无孝无信无交代，哪通放阮孤单地期待？爱你爱到这悲哀。掠过天深夜的微寒，冷冷淡淡，我甘愿缘分放雨伞。从今以后，我袂搁为你来牵挂，嘻嘻哈哈，踮世间无爱较对我，为感情害人白白无用。辛辛苦苦无半点伤心，想来全然无滋味，心如镜。天知地知，我的心内只有你的爱。天知地知，你的心内根本无我存在。哪通无孝无信无交代？哪通放阮孤单地期待？爱你爱到这悲哀。哪通无孝无信无交代？哪通放阮孤单地期待？爱你爱到这悲哀。天知地知，我的心内只有你的爱。天知地知，你的心内根本无我存在。哪通
通无孝无信无交代，哪通放阮孤单提期待？爱你爱到这悲哀，天知地知我的心内只有你的爱，天知地知你的心内根本无我存在，哪通无孝无信无交代，哪通放阮孤单提期待？爱你爱到这悲哀。顺中你好，斌哥好。不用站那么远啊，过来一点啊。哎，这首歌好像是广东歌改的是吗？是有广东版、有华语版、有日文版。日文版。对对对对。所以广东版是叫什么？亲亲歌，还有那个西洋之歌。哦，夕阳之歌。啊，夕阳之歌。哦，亲歌。然后是歌就对了。就是歌啊。所以这个，哎，刚刚第一位郭君贤哈。跟顺中的差别就是，我觉得是那个福建味，是吧？就他比较有一点点福建味了，福建人啊。是福建人。你福建人哈。对。哦，去年来你到了哪一个环节？半决赛。哇，进到半决赛进到半决赛还不错嘛。拔杯，但是无信杯，我就 out 了。这个。啊，对对对。啊，你唱拔杯哦。啊，无信杯我就 out 了。今年千万，无去，那个杯已经收起来了，唔敢搬了。这个平时是做什么行业呢？会计 account。哦，你做 account。对，我是 account。不像嘞。不像哦。不像做会计。这样比较像做什么？做歌手。对，没有。他这个比较像，好像没有做工啊，整天游荡，多的谈就是。阿下囝，老爸老母累啊，阿下囝。无啦，刚刚好教养呢，教养呢。啊，你的累是好教养。我讲够用，刚刚好教养。来，浩，来顺中，哎，浩老师，第2次来参加了哈。对对对。然后你的分数我都还没有下。就我想要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吧，你说吧。OK， 你的声音很好，谢谢。那要好好的来运用它，好，因为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曲风大家都很熟悉。对。那它的副歌呢又是非常多次的重复，是。所以呢你在重复当中呢，你要怎么让它有堆叠上去，有层次感，很重要的啊。你回去可以看一下播出，然后可能是因为你的发音全部通通在你的鼻腔共鸣跟你的前2，在前面的，所以我希望有一些部分，有一些歌曲你可以往后面唱一下，然后因为你唱到高音的时候，往后面唱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你懂我讲的意思吗？我知道。OK， 你的共鸣呢稍微后面一点点 ，OK。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天在地在在，然后你的爱心来，然后悲哀这些地方你全部都是用前2在唱的。哦。对，我希望你可以稍微用一点点多一点丹田，因为你唱高音的时候，你没有用到丹田，我感受得到，因为你唱高音的时候，去到后面的时候，你已经用喉腔在唱了，所以会听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其实很多福建歌是带一点鼻音的。但是要看歌曲啊。对，但因为它的比较多都是用鼻腔跟前2在唱，然后有听到你那个第一次你的无消无息，我就听到了。无消不就你就不会唱无消无息在前面，你就会唱的无消无息，对。但是你第一次你唱在前面，第2次你就唱到后面来了，我就听到那个感觉是很好的。但是第3次、第4次你又回到前2了。好，对，所以这部分你稍微要注意一下，有一些地方可以用力一下丹田唱，好，然后可以用一点点胸腔共鸣，因为这首歌曲感情 power 非常重要。好 ，OK， 谢谢，加油。谢谢老师。OK， 听有无？听有。哦，你听得懂。谢谢，好进步。谢谢。听有是领导的代志，听无领导嘛无代志。OK， 好，那这个唱法那个位置很重要啊。有些歌曲是我觉得闽南语歌也是受日语歌曲的影响，有时候带很多那种鼻腔的共鸣，或者是
往后一点而不是往前，这些都要请教老师哈。OK， 接下来呢，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参赛者韦艺慧带来的歌曲是艾琳娜恰恰。Hello， 大家好，我是韦艺慧，带来这首《艾琳娜恰恰》献给你们 ，Thank you。唱得很爽啊！这歌曲蛮好玩的，又唱又跳，怎样？会紧张吗？一点点吧。呀，你第一届也有来嘛，是吧？我第一届没有来呀。可能有一个名字跟你差不多的韦艺慧哦。所以外面有经常比赛吗？外面没有。也没有。哦。你非常喜欢福建歌？我喜欢福建歌曲，对。就很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唱福建歌，但就会被影响到。还是很喘啊。这个有点喘。我看他还是。
OK， 站过来一点点啊。OK， 好的，那这个年纪很轻啊，是我们比赛当中，当然我们最年轻是那个15岁的，上一次不是有一个15岁的啊？下来就是25，您不到30岁啊呀。好，那我们看看熊芳姐觉得你唱的怎么样？台风不错。他好像很注重他的台风哈，所以他动作呢有一点点比较激动一点点。那琼芳姐姐说了，如果你这首歌key 可能再降半个，我觉得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唱到后面有一点点已经有一点点这个张力都不够了，你明白吗？力不从心力不从心看你唱得很辛苦。有较滚不？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说，如果再降半个 key 的话会更好？而且呢，有些唱歌伊就是嘴无开，家己袂清楚，你搁伤开。开过头啊！开过头，不是开罐头了，开过头。你今天表现很好第一开始你就好像 control 不掉安尼款的，直直放去安尼款的。我就是管右 key 的，我就是。你就是安尼款啊。我 key 了。你会 key。我 key 到了，知道吗？就是说，有时候唱歌对咬字很重要，但是不可以嘎胸贵，咬得太紧了咬得太紧，每一个字太过字正腔圆。对，轻重音不见了。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但是呢，看你唱歌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你有没有看斌哥讲的嘛？看你笑脸，哇，一直直直哇可料，就是有这种感觉，还是要加油了，好吗？是，可能是他的唱法都是放的。对，都是放料。收放要自如。有的所在咱爱放就尴尬放，有的所在应该收，咱就爱收一下。大碎声爱控制，好好哥哥说的是对的。对。大碎声控制，袂使拢总大声安尼款伊的感情都无去了嘛。是。虽然是轻松的歌啦，你也是塞奶嘛，爱你呢，恰恰恰，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OK。所以你是单身吗？还是？对，单身。单身单身就较袂晓大细声，交音了会甲伊翁大细声，伊唱歌就有大细声了谢谢。OK， 好，谢谢你们。好，谢谢。OK， 好，那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热爱闽南语歌曲的一位参赛者他非常钟情于闽南语歌曲，所以这次因为他第1届应该有来过那第2届他还是继续的来参赛，带来的歌曲是《问月娘》，掌声欢迎陈宝达。大家好，评审们好。中秋，咱做阵看月娘，你的人，你的心，像天中的明珠。今年的中秋，月色大蒙雾，你的人，你的影，变成杯中的忧愁。望月想你啦。月色暗淡云中浮，满腹的心事，只有讲讲想。望月想你啦，爱的悲伤也温柔。搁再一杯一杯酒，搁再一杯一杯酒，心碎为着啥理由？
年的中秋，咱做阵看月亮，别人你的心像天顶的明珠。今年的中秋，月色大蒙雾，别人你的影变成杯中的忧愁。望月想你啦，月色暗淡云中浮，满腹的心事，只有怣怣想。望月想你啦，爱的悲伤也温柔，搁再一杯一杯酒，搁再一杯一杯酒，心碎为着啥理由？望月想你啦，月色暗淡云中浮，满腹的心事，只有怣怣想。望月想你啦，爱的悲伤也温柔，搁再一杯一杯酒，搁再一杯一杯酒，心碎为着啥理由？宝达你好，你好，建明哥。这个去年结束之后，会有一份期待吗？有啊，期待说今年再来第二届再来哈。对。上一届你是走到哪一个环节？侥幸走到大决赛。啊，大决赛哦，10强呢？哦，10强，不过没有在前3甲。一个不小心就不在前3甲。好，今年希望你能够进入前3甲。好，因为因我知道宝达是非常非常热爱闽南语歌曲的。好，来，如萍，宝达好，看得出你就是很喜欢唱福建歌，感情很到位，尤其是你选，所以参加比赛选歌很重要。你选对歌，就是适合你唱的歌，你就可以发挥得很好。只是有几个部分，望月想你呀，那个第一个，它有2句，对不对？这个有2句，第一句你都是唱的没有这么婉转，这么美。第2句就 OK， 所以这一句哦，就是可以更美一点。我以美才过较水淡薄。还有最后一句就是收的时候，你的嘴无什么开到呢，就有一点含糊了哈。就是最后一句，因为就是你后面对就是还是要开，因为港棒来宾你就是听到对，就听不清楚了，对不对啊？月酒理由 ，OK， 因为我刚听你唱前面，所以你的副歌那一段我闭着眼睛听，所以那个月望月，但是你是唱望月 ，OK， 你是望月是望月，所以理由酒 ，OK。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其他都很看不碎了第一句那个望月。谢谢老师。都是嘴巴惹的祸啊，嘴型啦，口型。是。这唱歌你哪一个字需要就是嘴巴开大，给它清楚一点，尤其是低的部分因为你嘴那无规律都跳不清楚了，就比较含糊了。那宝达其实他的声音是。张力很好，就说他磁性的地方我很欣赏。一嫁的时阵真水把你爱注意的是你大决赛安怎你无摕第1、2、3选歌真重要。他其实唱得很好，就是刚好那一天他的歌他选的不对。什么歌你记得吗？我对他我很棒球。你就是棒咯，你都卖棒球吗？棒球我把人对所以那一首歌这歌名真重要。他没有掌握好。OK， 你会使搁较好的，你看好偌注意，我有看伊安尼讲你抓你的毛病抓甲偌清楚咧，你知无？所以唔通互人抓。如果你毛多过病，你就完了。那病多过毛怎么办？还好。好，谢谢宝达。好的，谢谢。OK。
OK， 好，就是小瑕疵了，宝达就是一点点小的地方改过之后，我相信会很好啊。OK， 接下来就是编号6的黄英雅，哇，什么？瑞呀、你是到写音呢？帮我把下面那个关门。哦，黄瑞雅的带来歌曲是《我甘愿为你吃苦》，来。谢谢，评审好。瑞雅，你好，你好，你好，好，我们这里把它写成音雅。
关门了。对对，我有家门。苏芮的芮了哈，对，芮雅。好，芮雅上一次有来吗？没有。没有哈。呀，您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唱闽南语歌？很久以前了，我看应该有20-30年了。呀，就一直学习对闽南语歌。你本身是福建人吗？不是，我是潮州人。潮州人做你卖唱潮州歌。潮州歌没有唱。不要唱。没有潮州歌比赛哦。我们可以考虑办一个潮州歌比赛。我不会唱。OK， 好，那福建歌其实是很多很好听的旋律，呀，所以你非常喜欢啊。是。那喜欢是一回事，唱得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来，浩浩，不错，好厉害，唱得不错。因为你选的这首歌，我一看到歌名，哇！因为这首歌是我的同班同学的歌曲哈，刚好主唱人是我的同学，高中同学，所以他这首歌哦非常非常的熟悉，尤其要唱这种拍子华尔兹的歌曲哦，不是那么样简单，但在前面当中大致上你都有慢了那个0.1、0.2拍。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在后面呢，在副歌之后，你可以拖拍没有关系。那我很喜欢你的那个天地遐尼宽，如果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的转音已经很好了。如果你可以再细微的转得更细致的话，我觉得会更棒。然后有几个高音，然后有几个转音，我都有听出来你是有唱功的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有一些可能我甘愿为你来吃苦，含住了。OK， 你可以唱我甘愿为你来吃苦，就不会为你来吃苦这种感觉。那其他的我觉得都很棒，加油！谢谢姐姐一点点建议好不好？来哦，因为她比我小吧，比我年轻啊，中气啊，爱去练一下。好。你爱运动，所以说稍显就是中气不够，所以他有唱的有一点比较是，对不？所以你能够练点中气哈，浩浩说的，他喜欢你唱的那种感觉。如果你中气再加强一点点，我跟你讲很好，可以练可以中气走动，中气要通过运动来提升，因为中气是没有得卖的哈。谢谢。无汤杯，来谢谢谢。所以我们唱歌的人要练声啊，为什么要拜师呢？因为唱歌是有技巧的，所以一定要有老师教啊。那有时候自己盲目的学习啊，就是突破不了那一关啊，好不好 ？OK， 好，接着下来是编号7的曾玉成带来的歌曲是《浪子泪》。建明大哥好。3位评审好，艾文老师好，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流浪的心爱，想着老目屎，流浪行的心内，痛苦的滋味谁人知？谁人愿意奔波四海？谁人愿意流浪天涯？谁人愿意离开心爱？心爱的心爱，你敢知？敢讲你袂感慨？浪子心情，谁人知？
流浪流浪的心爱，想着流目屎，流浪行的心内。痛苦的滋味，谁人知？谁人愿意奔波四海？谁人愿意流浪天涯？啊，谁人愿意离开心爱？心爱的心爱你敢知？敢讲你袂感慨，浪子心情谁人知？谁人愿意奔波四海？谁人愿意流浪天涯？啊，谁人愿意离开心爱？心爱的心爱你敢知？敢讲你袂感慨，浪子心情谁人知？谢谢。你好，玉成。大哥好。哎，你今天选对歌。选对歌。哎，从你的外形看，你就是一个浪子，有那种浪子的形象，有没有？好像去国外多年回来新加坡的感觉，有经验有没有？有没有在国外工作很多年的？没有在国外工作过。哦，没有。有出国了，不过没有工作过。没有去工作。哦，你给我的感觉哈是历尽风霜，见识很多哈。可能在国外待很长的时间哈，也或者是你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情场上哈。情场浪子有没有？情场没有这么厉害了啊，没有这么厉害。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我厉害是吧？你比较厉害呀，向你学习，向我学习，谢厉害呀，都让你插过来哈。你知道？开玩笑了啊，我跟评判也是好朋友哈。评判公正的嘛？啊，对，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没关系。你看有一两个做的很不正的。他们做歪歪的。谁怎么歪？来，琼芳。OK 啦，真的斌哥形容的很好，你好像有一点历尽沧桑的感觉啊！你看起来哈，因为这首歌很多人会唱的，真流行的歌。但是我就是要问你一句，你的抖音是天生就是这样，还是你是紧张才会抖得这么厉害？啊。你因为你唱的歌就是到每一句的要结尾的时候，那种浪子心情谁人知？那个抖音是天成的吗？就是你本来写都是安尼自然呢？有一点点而已啦。一点点，然后你是故意去抖吗？没有说故意去抖。哦，没有去啊。但我就感觉到是是因为抖音很多就是变成这首歌词那个抖音太多了卖安尼追无你按头到尾了拢总得是不是在抓啦？在准嘞，在抓，就是抖音太多的话那种感觉啦，听觉安尼是无什么变化，整首歌就是没有什么变化，一直用这种方式来唱。所以后边该抖的地方才抖，不该抖的地方是不要抖，这样。明白。所以平时少看那个抖音很少看，很少。有影响，很少看。没办啦，它很平啦，很稳，很稳。OK， 是。栽，安尼。好。
谢谢。还有够什么好讲的？还有什么？没有筷子处理。来补充。我第一次遇到参赛者说谢谢，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啊！你一出来我就觉得没有第一个出来我就被你的外形所吸引的。对对对，因为如果你把胡子剃掉的话，你是很帅的，有点像混血儿的这个五官了。但是你留了胡子之后，你刚刚一走出来，我就很像看到以前很早期我们台湾的有一个叫做黄克林先生。唱《斗退路》的那个原唱者陈文春，对，好像哦，好像陈文春啊，有像，然后这样就注意看一下，哦，你那个味道又有点于天的那个味道啊，那，哦，对对，所以综合版呢，是，很好很好，对啊，其实不要剃胡子了，他这样够 sucky， 对，谢谢，好，评审，老师忘记谢老师 ，OK， 少讲一个老师参与，他现在都是林如平老师，哦，你好。不用，我们两位老师讲好了，我等那个讲伤给后尾无当讲的。OK， 好，谢谢啊，好，谢谢斌哥。刷落来这位参赛者哦，参赛者有参就赛了，参赛很难听，所以有些话哦要讲华语，不要讲这个闽南语。所以参赛者他也是很喜欢唱闽南语歌，他死都要来比赛就对了他不来，他女儿说他不来他会生病，OK， 8号的许美传就不说了。大家好，我是许美传，带来歌曲《就不说》。
中的痛苦，虽然是小可，上可恨的，上可恨的是你上天的心肝。好在放地予我拖，做你逍遥离开我。一首歌，要唱到何时才会煞？谢谢。还有 B 转了 ，B 转了。谢谢，这是大哥。你好。你好。 B 酸呐。 B 酸。 B 酸。B 类酸酒。所以这个音经常会误读，哦。钻石。对。啊，酸。但是它如果砖呢？不是砖。整啊，砖就是整了。冷。OK， 哦，我看你女儿的机会比看到你的机会还多。是的，是的，那当然。是去年有进入10强吗？没有。这样的水准没有进入10强。没有，选错歌是的。对。我很尊重评判团。上一回哦。是，我知道。谢谢。希望这一回你有很好的表现，好不好？好，谢谢。这次选歌之后要去问一下，哦。好。 看问谁都好，军师哈啊，对，问这对要宝贝一下，看那个歌对不对？你看我来之前我很担心，我怕你说我带了游泳圈，我把游泳圈藏起来，因为我有看，我看了你说了有带游泳圈的，那我就在想我怎么把那个游泳圈搁着别带来，所以我做到了，是，我也有话题了。 哎呀，不要，还有话题？不要，不要了。是水桶吗 ？OK， 好，美钻唱的怎么样？B 酸，很会唱，老师，而且他每一句他都设计得很好，尤其是上可恨的，我还跟他被给吞了呀，你看呢？ 真的，他的每一句的这个歌词，他都有精心设计过。生活的历练。对对，哪一句应该是唱的哈？都是故事真混的，所以这个声线也很美，所以选歌很重要。你选这首歌，因为很多人喜欢选比较慢的歌，这首歌不算恭喜慢的啦哈，但是有一个刚后面呢，加刷那个还转音还可以。 再美一点，因为你就是加刷，就是那个可以再转的美一点啊。那对对，我会注意。来，你唱一个啊，你台湾人较够转啊，袂唱到好时，加刷，你可以再上去，加刷，这个更有4音啊，这个4个转4个转音哦，哦，要很注意，加刷，加刷，会更漂亮。但是你唱到第2段的时候，我起鸡皮疙瘩。对你，我觉得你在字字句句的时候非常的用心，非常的在知道说每一句每一字包括你的表现，所以我今天想送给你4个字：唱作俱佳。对，谢谢表情。啊，我买来学了一个，啊，你两个家己学了，我无学了，嘛哪会使？我喜欢你的节奏感，啊，这个歌节奏就好，干嘛要赶呢？哦，它节奏很鲜明，咖喱搁真清楚，啊，优点伫这度 ，OK， 谢谢，谢谢老师们。讲到大地拢好啊呢。无啊，头先安尼看平平，我无讲啊，等下唔知着咩好。好了，不错了哈，有机会有机会，好，谢谢，谢谢，老师辛苦了，谢谢。是，好，大家会发现重量级的都很会唱歌的，真的。接下来这一位是编号9的许明志，唱的歌曲是《送行》。大家好，评审好。
爽吹的震动，心烦意乱要出梦。无情的灵魂，是我感情的树洞。孤单伤痕的人，带着心事目眶红。要走的人是啥人？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予你无半项。对阮的爱不愿放，是你对阮的愿望。海角天边的怨叹，抱着青春将阮送。孤单伤痕的人，唔通相信准要离港。爽吹的震动，心烦意乱要出梦。无情的灵魂，是我感情的树洞。孤单伤痕的人，带着心事目眶红。要走的人是啥人？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予你无半项。对阮的爱不愿放，是你对阮的愿望。海角天边的怨叹，抱着青春将阮送。孤单伤痕的人，唔通相信准要离港。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予你无半项。对阮的爱不愿放，是你对阮的愿望。海角天边的怨叹，抱着青春将阮送。孤单伤痕的人，唔通相信准要离港。谢谢。哎，你好，谢谢，主持人好。您是穿的西装笔挺的，你是在银行工作的？不是，不是，那是做什么行业？金融？No， 机器部门。哦，机器的，是属于工程的。啊，对对。哦，也不太像哈，文质彬彬这样，不太像做那种 engineer 的东西。OK， 对歌曲对闽南语歌曲很有兴趣。啊，对，一路来唱福建歌。所以外面一路来都唱福建歌，所以有经常比赛吗？以前有，现在比较少。OK， 这一次为什么会来比呢？朋友的鼓励。朋友的鼓励。是哪一个朋友？他自己来比吗？他自己有来比吗？去年。去年他有比。所以他就鼓励你来替他复仇的是吧？来，到谁讲啊？来，好。OK，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发挥。那他的曲也是非常的有共鸣哈，所以我希望你在唱的时候稍微可以在节拍稍微可以再放慢那个0.01一点点而已，所以你会冲得很快，你会唱的。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予你无半项。对阮的爱不愿放，这样我希望可以再稍微起承转合多一点，多一点哈。对阮的爱是永远，偏偏予你无半项，那种感觉，慢慢唱，不要急。对，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你的台风你锁定了，有锁定了一些，让大家感觉，你在对谁唱？你在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一个氛围你抓得很好，其他的都 OK， 加油。谢谢。今天选的歌名不错，《送行》，
可能就是我跟你送行啊，来，谢谢啊，谢谢。OK 啊，编号10的陈水清，因为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因为护照的问题没有办好，所以他就弃权了哈。好，那编号11的柯锦强带来的是恋恋沙轮战，福建话安怎听？乱乱沙轮战嘛，沙咧，乱乱的沙就对了哈。来，哎，谢谢，金明老大哥，所以评审老师你好，线上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是唱11，编号11，唱这首闽南歌曲《乱乱沙轮战》。将感情的放空，叫阮搁再找别人，无需要为你孤单。思念予人走西东，千里迢迢也甘愿。不管几路人，望你我在青林东方的车窗，痴情的人也是缘，又到乱乱高铁沙轮站，满腹心事讲不完，相逢时间也得站。在山顶灵宝中烧温暖，大江山也真迷人，送阮离开高铁站，为爱咱写为情单。将感情的放空，叫阮搁再找别人，无需要为你孤单。思念予人走西东，千里迢迢也甘愿。不管几路人，望你来看。我在青林东方的车窗，痴情的人也是缘，又到乱乱高铁沙轮站，满腹心事讲不完，相逢时间也得站。在山顶灵宝中烧温暖，大江山也真迷人，送阮离开高铁站，为爱咱写为情单。谢谢。锦强你好，你好，这边大哥。看你唱的七情上面非常的那种有爆发力，太激动是吧？激动，
非常激动啊！但是有些歌可能就是需要这样激动哈呀。我们广东人讲肉緊呢，哈，这个是这是一种表现方法呀。他对与错呢，就看评判的喜欢和不喜欢的。是是 ，OK， 来。我需要请教一个，因为这首歌我不会唱哈，我也比较少听到。乱乱刷轮站，伊里面的意思是讲什么？就是这首歌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它的歌词。你有可以你那简单给我讲解的好。这首歌原本是那个朱海军唱的，周海军。周海军对，他的故事里面是说，他有一个男朋友进了军狱了。就那男朋友是说，那两个很相爱，真的很相爱。大家都彼此然后那男生就说，不要浪费你的青春在等我，就叫他找别人。OK， 帮手的对。对，那个女生就坚持。OK， 因为爱太深了。是。所以我也喜欢这首歌，所以今天的初赛我就选这首歌来。没错。挑战自己吧。这也是我经常说的话啊，叫你不要再等我啊。我已经等了70年了，要不然归萝莉啊，是。OK， 好，那言归正传哈，就这首歌你的感情处理是真的不错的。因为像刚我你看做感情的规个人讲到要死互你带啊，你看死互你带，你听好不？就是不死互你演得掉。但是我是觉得是他有时太激动了，逐字你都是爱安尼变个了得掉啊，你看哈。斌哥说的这是一种唱法，不过我就觉得安尼唱法不够自然，不够自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他的感情处理的是真的很好。你听了安尼看就感动的有淡薄感动，把你的加点个有淡薄较过火安尼看，莫加个遐尼暗。爱收淡薄啦。爱收淡薄了。不是绑个修。我觉得本身你就很会唱歌了。我非常刚刚，因为我们第一次听你唱歌，我非常认同你的歌声，我非常认同你的技巧，非常认同你的所有的演绎的整体感。但是在那个整体感当中，就是有一线之差而已，就是太过或刚刚好。对，这个地方你必须要去拿捏精准。所以我们抓不到你的缺点，我们就会抓这个缺点了。然后接下来我也给你一个建议，我觉得你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参赛者，所以我们要唱歌是用从皮唱出来，皮肉唱出来，还是从骨头唱出来？但是我希望我下次如果有机会看到你，我想要看到你从骨髓里面唱出来的感觉。OK， 很深哦。你可以去想一下，我应该懂了，应该懂了哈，应该懂了。用骨髓唱出来，而不是用皮或骨唱出来的。好 ，OK， 加油。好，谢谢小师。所以不懂我们也装懂了，说 OK 好。OK， 谢谢。好，谢谢。所以我说你的表现方法可以很多种，但是评审接不接受，这也是个问题，好不好？OK，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这一位这位是风铃，他选的歌也是要跟风有关系，带来的歌是风吹风吹，是不是风吹风吹啊？来，请风铃。谢谢李哥，三位评审好，大家好，风吹风吹。有人是无形状，有人比风唱歌。细乱的风吹飘来飞去，收袂到遐风大。伊亲像一阵风，定定无受信用。6月的炎天，因阮牵挂可爱的目睛龙。风吹风吹。风中一条被，谁知梦中的心事有偌多？缘分由天控制，简单一句话，情断无小这门，
阮是啥人的？有时阵是风雨，有时阵足失望。西乱在风中春来秋去，有情着爱霸着。伊亲像一阵风，轻轻将阮扇动。6月梦中犹原相信，有一日再相逢。风吹风吹，风中一枝花，啥人会知青春剩偌多？缘分是小欠债，简单一句话，情断嘛无计较，阮是别人的。是无形状，无人被风笑看。西乱的风吹飘来飞去，受袂到遐风浪。伊亲像一阵风，定定无受成用。6月的炎天，阮牵挂可爱的无情郎。风吹风吹，风中一条花，谁知梦中的相思有偌多？缘分由天控制，简单一句话，情断无小借问，阮是啥人的？风吹风吹，风中一枝花，谁人会知青春剩偌多？缘分是小欠债，简单一句话，情断嘛无计较，阮是别人的，情断嘛无计较，阮是啥人的？谢谢。你好，枫林。你好，斌哥。呀，这枫林我跟她很熟的，她非常有福气的一个女人。好，她去唱这个风吹风吹啊，哦，她是不可以给风吹到的，风吹都会。我是风吹都会飞的，风吹也吹不走。吹不走，太重了。呀，她是自己是开这个美发院做老板娘，好，所以大家要做头发可以找她哦。OK， 好，笑容可掬，非常有亲和力。来，对对对，整体你的穿着啊，还有你的笑容啊，配合你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因为这首歌不是一首很悲哀的歌，也不是讲啊好人抛弃的歌，就是这首是江蕙的一首歌，因为我本身也是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过这首歌，不太容易唱，因为它蛮高的，低也是蛮低的。我也听您唱。对对，那整首歌你都演绎的蛮好的，尤其是你的这个笑容哈，就是当成在讲哎，人生就是安尼款，莫计较我是什么人的哈，就是到后来跟我们在安装。对，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阮是啥人的，那个可以再美一点呢。阮是别人的，那个还可以再转音，还可以再柔一点，再美一点，就很 perfect 了这首歌。好的，谢谢老师。OK， 好，谢谢。谢谢，谢谢。所以枫林整天就是笑嘻嘻的哈，万物高涨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哈，呀，肌肉没有他也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这样。
OK， 好，接着下来是编号13的黄思顺唱的歌是《探我过会记》。评审好，大家好。怎又叫我放袂记初次的滋味？怎又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回去，你出现的迄一天，我想要回去，但我也会记，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我要抱你安那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飞对倒位去。怎又叫我放袂记初次的滋味？怎又叫我放袂记熟悉的气味？我想要回去，你出现的迄一日，我想要回去，但我也会记，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我要抱你安那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飞对倒回去。我要亲像我毋捌离开，我要抱你安那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飞对倒回去。我要抱你安那放开，我要请你听我讲，我爱你。人生若无你，我不知飞对倒回去。好，
来，王思顺，第一次来我们这个比赛哈，看你那公平啊，你不就搞笑哎，哦，所以人不可貌相就是这样哈，所以你们看到我，你也不可以貌相啊，好，我们个子差不多一样的，同一个工会的啊，所以以前有比赛过吗？有，都有比赛过啊。你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人？哦，马来西亚人，在这里工作。没有新山。哦，你新山进来比，哦，是特地进来比赛的。哇，这个不是猛龙不过江啊！来，好来讲评一下。好棒哦，终于听到一个新式的唱法，流行歌的唱法。这首歌好像是荒山亮老师的，对不对 ？OK， 好像也是一部不知道电影还是电视剧的插曲哦。所以我刚刚你一开口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找你的有没有很闽南语的唱法，完全没有。而且我在抓你有没有抖音，完全没有。唱这种歌就是要这样，不能抖。然后呢，哆维基那个哆有一点点哇，我觉得好漂亮哦。然后非常的舒服，然后包括你今天的演绎方面，就是非常自然中的唱法，所以非常的觉得很欣赏，很棒，加油！谢谢。就是没有毛也没有病了。没有，因为年轻人的唱法它比较不会像我们一般的传统式的闽南语歌曲。哦，对，所以对，他选歌他也选得很重要，他也不会说选到可能是很老口口，对，很老口口的闽南语歌，新唱法，可能有一些这个就会有挑战性，但他用他自己最厉害，我觉得他蛮会运用自己的唱功，蛮会选歌，这就是他的强项。OK， 加油，谢谢。好，谢谢，希望你能进下一圈了。好，谢谢。好，参赛者有矮就必有高啊。接下来这位长得像模特儿的高个儿黄凯琳带来的歌曲是《无人识识》。谢谢薛明大哥。评审老师好，监测老师好。声，亲像是别人在笑我，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心爱的人甲你相共，哪会到今嘛才知影，原来恁行甲这呢晚。朋友的感情线来风遗浪，失望的心情无地放，闪烁的目睭来地讲要知，予我心肝透是疼几工，不忍心来听破你欺骗的话，莫搁讲遐尼多，找一个市分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祝福，今仔我无想要讲，只想要离开两个，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困好一暝、两暝、三暝，起来自由飞，对因来祝福。踏着轻松的脚步，心所爱的人再会。哪会到今嘛才知影，原来恁行甲这呢晚，朋友的感情线来风遗浪，失望的心情无地放。
暂时的目睭内底讲白菜，予我心肝透时听几工，不忍心来听破你欺骗的话，莫搁讲遐尼多，找一个无人熟悉、幸福的所在，烧酒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祝福，今晚我不想要讲，只想要离开两个，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困好一暝、两暝、三暝，起来自由飞，对因来祝福，踏着轻松的脚步，心所爱的人知。一杯、两杯、三杯，当作是笑话。无聊的祝福，今晚我无想要讲，只想要离开两个，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困好一暝、两暝、三暝，起来自由飞，对因来祝福，踏着轻松的脚步，心所爱。你好，黄凯琳。第一个问题啊，你有多高？1.7米。1.7米啊？哦，奇怪，我1.6米，怎么啊差这样远啊？我1.58。没有，我忘记，那个带跟的我忘记。我看到黄凯琳，我忘记我的身高。对啊，我们歌台也有一个叫黄凯琳，好，跟你同名同姓，好。以前是空姐吗？啊，不是。哦，不是。哦，哎，我们来这边高的通通是空姐。真的吗？真的。不是。那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美容？没有，我教小孩子钢琴。哦，钢琴老师。对，小孩对。哦，有没有教老孩子？目前还没有大人的学生。没有教。对，都是小孩的。OK 啊，我们隔壁也是音乐学校啊。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合作，好不好？好。OK， 来唱的怎么样？声款来，琼芳。凯琳，好甜美哦！谢谢老师。我今天又听到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年轻人哦，跟他这条歌，跟他听了跟他按摩歌，你看那个感觉就是很轻松的感觉哈。咬字又很清楚，不过我要知道你什么籍贯的人？我是福建人。正福建人哈。啊，对。但是有两个所在吼，伊的音我有淡薄听，无讲介清楚。我还去请教如萍姐姐哦，一杯两杯，一杯两杯，加两枚三枚，对不？是不是有歌词？啊，对。啊，你注意回去，你自己如果看重播的话，你去看一下，就那两句哈。就有一点点你卡不清楚呀，那个一枚两枚，一枚我听无，听蛮久来听的。我还在讲是一枚还是两枚？一杯两杯。所以，但是他这个唱法很新颖。一枚两枚，三枚就较清楚了。你点能讲这款的有诶无诶啦？较袂清楚，较袂了解。三枚就了解。所以他那个唱法哈，有一点好像有些人唱不是这样唱的，他就他怎样唱？他是就是跟他我那很不是，他原唱是梅。前面我是说前面一开口的时候，你就感觉他好像在听阿摩瓜不，有一点懒散啊，你看。慵懒的啊，有点这样子哈。哎，可是后面他张力又很好哦，到后面高音的地方哈，真的就感觉到那个加强有爆发力。我觉得哈，像这样子的哈，要给他机会的。老师，姐姐给你不错的分数。是，唱的不错是一定会进的哈。我们这个不是说你唱的不好也进啊，因为它有它的特色，所以我们希望百花齐放，而不是一味的一种传统老的方法的演唱。有新式的诠释法也是会受到重视的，好不好？谢谢。OK。谢谢老师，谢谢建平大哥，谢谢键盘老师。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下一位是翔宇是吗？
徐宇啊，是我又忘了这个读音。徐宇，甘愿为你孤单。徐宇，谢谢斌哥。老师们好，大家好。对，老师请。敢讲心袂痛，心内想念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影，我心内唱倒歌，伤心是我的命。你点点要离开，敢讲拢知？心内疼惜你的人是我，过去的恋情当作一场梦，心内你有我。我甘愿为你孤单。我痴情袂来变卦，千言万语讲袂煞，我心里无人来作伴，过去愿望一切拢是运命。我甘愿为你孤单，我寂寞为我无，请你原谅我，无人会当了解我，只有思念陪着我。讲拢知，心内疼惜你的人是我，过去的恋情当作一场梦，心内有你有我。我甘愿为你孤单，我痴情袂来变卦，千言万语讲袂煞，我心里无人来作伴，过去愿望一切拢是运命。我甘愿为我寂寞为你拖磨，请你原谅我，无人会当了解我，只有思念陪着我。请你原谅我。无人会当了解我，怨叹过去的无奈。谢谢。来，徐宇你好，斌哥好，你好。啊，到你是编号15啊，是我们的艾文老师
脸差不多要发白了。对，谢谢老师，辛苦啊，老师很辛苦。对对对，啊，你每一首歌他都要记哦。对，他编得很好，而且又不是乐队，他一个人打。对对。是。没有，他一个人做了4到5个人工作。对，最辛苦是他哦。对，所以你们走的时候要包个红包给他。可以。一人大约没有，如果真的很幸运，我能把没有大哥，我很幸运的话，如果能把冠军留在新加坡的话，有他的份。哦，6888。如果你拿到。对，6000给他，你拿88，888。这个我们慢慢斟酌。你拿88，800给我，6000给他。没有，不要忘了，我家里还有一个顾问团，我得负责那一边也是。这个怎么可以啊？这种比赛，我们怎么可能，对不对？不可以。我们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就算你要给，我们也不会拿，我们不可能拿的哦。除非你全部捐给艺人工会，我们就。我明白。来呀，这个评判怎么看你的？徐宇，你不是新加坡人吗？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啊，哦，你说留在新加坡嘞，我以为你是来自马国的。哦，没有。OK， 你的声线是不错哈，谢谢您。可以设上这样的歌，可是 starting 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 key 我看给淡薄，所以你每一个 starting 就是音不准了，就会有点跑了。可是到中间那边高的部分就 OK 了，你就回魂了，你就回来了。那每一段我很注意听每一段的 starting， 你都是会多少都会跑一点音的，是抓的不稳是吗？还是有点可能有点小紧张吧。对。刚才下午就是下午在彩排的时候，跟现场现在多多少少心情不一样哦。对，一定有点小紧张。心情是，我还以为你喜欢跑音呢。没有。其实徐宇，我对你的期待很大，因为你的第一届的时候就已经有来比赛的。是。那你是属于参赛者当中，你是属于那种很努力派的，我看得出来。谢谢。就可能我们天生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好嗓音，或者是没有一个很会演绎的方面，但是我看得到你的努力。所以今天我给你的评分不是跟别人的评分，是给你自己从第一届到现在的努力的分数，有没有在进步哈？那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平常你在唱歌的时候，你可以唱卡拉 OK， 那个因为 echo 很大，是回音很重。OK，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在自己唱歌的时候用耳机听，然后把它关，不要有 echo 的，不要有 reverb 的，从头自己听你就知道的。因为有一些字句可能高端变化那个地方，就是稍微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就飘掉了。对这个东西，如果你常常这样，不要开 echo， 不要开 reverb， 你这样常常唱，自己听自己的声音，常常练习。会回来的，就会比较准，就会比较准。所以你会去看 replay， 就是每一段的开场，你都是会多少都会跑一点，就音准会有点不对了哈。明白，谢谢。所以这个音准是比赛很重要的一环，重要。是的，除了节奏，好不好？情感、音准、咬字，好。咬字今年有进步了吧，老师？有。对，谢谢您。咬得很准。我一直就是担心这个部分。又咬得很紧。有。要松一点。平时你有咬什么东西吗？不太咬，不咬啊。OK， 所以要多练那种拿一些东西来咬啊。对。好，谢谢。好，谢谢林斌哥。谢谢。好，还有2位参赛者哦。接下来就是编号16的王月娣，他的比赛歌曲是《恩情无人可比》。评审们好，大家好，伴奏老师，谢谢。
生中上解思念是倒一位？我无阿母踮在阮身边，只有爸爸照顾阮过日子。这人生茫茫亲像海水，有时树台顶搬的迄出伊，看着爸爸为阮打拼赚钱，目睭辛苦我踮水边。爸爸哟，一句我爱你，藏在阮心内，不敢来讲出嘴。爸爸哟，阮会友好你，亲亲温情无人可比。阮身边时常有人问起，一生中上解思念是倒一位？我无阿母踮在阮身边，只有爸爸照顾阮过日子。这人生茫茫亲像海水，有时树台顶搬的迄出伊，看着爸爸为阮打拼赚钱，目睭辛苦我踮水边。爸爸哟，一句我爱你，藏在阮心内，不敢来讲出嘴。爸爸哟，阮会友好你，亲亲温情无人可比。爸爸哟，一句我爱你，藏在阮心内，不敢来讲出嘴。爸爸哟，阮会友好你，亲亲温情无人可比。谢谢。你好，月弟。跟点哥哥好。来，月弟，你是马来西亚人吗？还是新加坡？不是本地人，本地人。呀少讲话。是，看你好像很少出来比赛啊。第一次，第一次所以很紧张。第一次怎么会有勇气来比赛呢？参加我们这个比赛。是从小喜欢唱歌。从小。就是家里就是父母亲就是希望我们读到大学，所以就没有机会出来歌唱。哦，所以可是福建歌哎，呀，从小就喜欢福建歌。是的。哦，你们是福建人。是。哦 ，OK， 呀，看他给我的感觉好像又素颜，好像没化妆哈。一点点而已。哦，一点点看不出来，好像很老实的那样，又打一个辫子，好像你好像那种足不出户的那种宅女，有没有？很少出门是吧？对对。呀，所以好像很少给社会污染的那种。呀，这莲花来的，出污泥而不染。来，我们听听他的福建歌，唱了好啊唔好。温景某兰口比这首歌曲其实要演绎方面会比较
稍微深了一点，但是你就是带有一点完全就刚刚大哥讲的出泥而不染哈，所以听得出你的声音跟你的情感方面都是非常的单纯的，而且你刚刚有在唱好像有在对我们这样唱一下哦。让我们感受到你，所以有一些部分哦，可能这首歌会比较有点说唱的感觉，所以不需要说唱的非常的，也不用技巧很厉害的，就看像你这样淡淡的、轻轻的这样唱，就可以诉说温景波兰唐欧比哈。那部分的是，我希望你的声音表情，因为我没有听到你的，看到你的表情的时候，我在听你的声音，会有没有画面出来 ？OK， 所以你的声音就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如果你在录唱片的话，是非常适合录唱片的。对，但是如果在现场唱的话，需要张力要再大一点点啊。我只有听到爸爸哟，这个时候你才有表情，你才有动作，其他完全1号表情从头到尾。好，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OK， 加油。谢谢。还是就是欠缺一点比赛经验呐。好，不要紧，这是第一次嘛。对不对？多比赛啊，你就会进步，好不好？比赛是最好提升歌艺的一个管道。是的。好，谢谢你的参加。谢谢。谢谢。这样讲好像他不能进这样啊？不是嘞，不是这个意思啊。OK， 还是有机会的。好，接下来编号17也是老鸟啊，洪俊带来的歌曲是《心田》。谢谢斌哥。抱歉。OK， 三位评审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谢谢老师，请。我的呼声将梦打破，认真的风影将咱拆散。今夜的灯火，冷淡孤单，咱的情路愈来愈寒。我爱你胜过我生命。要离开你的心敢袂疼？有啥人爱你比会过我？我爱你胜过我生命，要离开你的心敢袂疼？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无论海水的干。无论石头的烂，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我的呼声将梦打破，认真的风影将咱拆散。今夜的灯火，冷淡孤单，咱的情路愈来愈寒。我爱你胜过我生命。要离开你的心敢袂疼？有啥人爱你比会过我？我爱你胜过我生命，要离开你的心敢袂疼？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无论海水的干，无论石
头的烂，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我爱你胜过我生命，要离开你的心敢袂疼？有啥人爱你比会过我？我爱你胜过我生命，要离开你的心敢袂疼？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无论海水的干，无论石头的烂，为你我甘愿一生孤单。哎，洪俊你好，斌哥你好，好，洪俊呢也是这个歌唱比赛的沙场老将啊，尤其是闽南语歌曲唱得非常有味道啊。谢谢，但是还在学习之中。哎，上一回你是上回进到10强，有没有？唱到半决赛啊，半决赛没有进10强啊，没有。我也是很压抑哈。就是可能就是选歌方面，对，所以这回要小心一点啊。是的，这个务必要像你这么会唱啊，务必要进入10强。好不好？还是要努力。OK， 来到谁讲评？我们3个一起来说。差一点点就跟6888擦身而过，哦，竟然可以忘记啊！刚才我有问他，他说因为那一天刚好工作忙了。其实呢，要讲起来，参赛者内底吼，你经验是上介好的。你是老教来的，对，所以呢，他是很稳的，就是吼，真正稳迄款的，所以吼，爱之深，责之切，是的，所以对你都爱安怎的，较严格一点，挑你的毛病啊，你看，所以他自己有说第一届因为他选歌的关系没有进入大决赛，不过今天希望啦，希望你会使入，感谢，莫辜负。辜负着阮吼，阮人出力的头家辜负着阮安尼遮工作人员，大家遮辛苦，所以你是真的真稳啦无什么我会使掠的，声搁放较响一个，都搁较好，安尼尔。所以呢，他很稳，很稳。也唔是咧放炮咧，放较响。无啦，伊声就是因为可能唱伤济是无？所以声安尼淡薄较无够安尼响亮安尼款，伊。经验真好所以他就是共鸣呐、情感呐、发音呐遐物件他能处理的不错安尼。谢谢老师。来听哥哥甲姐姐讲，我觉得我这弟弟，完了，比他老了。第一段跟第二段，我觉得第3段再回2段半了你最后一段都唱得很好了，就好像有那个爆发力了，就是那个感情方面也处理得很好。第一段跟第二段还稍微逊色一点头前 starting 个淡薄紧张，你也紧张咩？比赛你不会了只是可能我不知道，可能你那想什么呢？就是还没有这么进入状况，可是越唱越好，就是到最后那一段，我觉得就唱得很棒了。谢谢老师。OK， 洪俊基本上比较偏爱小虎哥的歌曲，是的，我有感受得到从第一届到现在，所以基本上在唱功方面，其实你是平步青云呐。在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你的拿捏，其实你知道自己的优点、缺点在哪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听到说，小虎哥以外的歌曲，或者是你还是可以选小虎哥的歌曲，但是还有更高难度的歌曲，因为你现在已经是稳扎稳打的，你自己知道你肯定会过，你已经有一个基本分数在你心里面的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对自己的一个突破，然后希望可以成功。好的，老师，谢谢，谢谢，好，谢谢洪俊，谢谢。好，那第4场初赛来到这里呢，可以说是全部结束了在这里我们谢谢艾文老师，辛苦了，辛苦了。你没有想到忽然间会叫你的名然后谢谢3位评审，你们也辛苦了，3位评审。OK， 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
如果进入大决赛，我们的参赛者10强可以获得怎么样的奖金奖品？请看。冠军可以获得现金6888加奖杯1座，以及阿莫品牌的床褥价值4999，以及 Diohin Wasuka 专业卡拉 OK 系统3999。亚军可以获得现金3888加奖杯1座，以及阿莫品牌的床褥价值2399。以及 Diohin Wasuka 专业卡拉 OK 系统2999，季军可以获得现金1888加奖杯1座，以及阿莫品牌的床褥价值1299，以及 Diohin Wasuka 专业卡拉 OK 系统价值1999。安慰奖7份，各可获得现金500元。OK， 这么丰富的奖金奖品，是不是很有吸引力？这就是给大家努力的一个动力，好不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评判要去伤脑筋了。为什么呢？因为4场初赛，大概有60位的参赛者啊，我们要选出30位进入2场复赛，所以有30位参赛者要跟我们这个舞台说拜拜的。好。虽然你们不能进入复赛，但是你们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好不好？那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继续努力啊！那我们在星期2或者星期3最迟，我们会在 Facebook 上面公布30位进入复赛的这个名单。我们也会通过珊珊通知所有进圈的朋友。那如果你没有接到这个珊珊的电话，就是你没有进圈，你被淘汰了，好不好？好，谢谢今天晚上在线上给我们支持的朋友，谢谢3位辛苦的评判，谢谢艾文老师，也谢谢我们的赞助商，好不好？谢谢，下周准时再见。